熬早。现在是正甲之声空中播报节目时间。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今仔日也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六祖坛经在前面甲咱各位所讲解呢，就是解说甲正文第18页，解说甲正文第18页。对于头算倒来，就是解说甲第3节，就是欲得见真道，行正即是道。即马就是要所来解说一面，一面就是自欲无道心，暗行不见道。欲尽修道人，不见世间国。欲见他人非，自非却是作。他非我不非，我非自有果。但自却非心，打除烦恼破。情爱不关心，众生两却误。即晚呢，要来解说这个道理。这拢是六祖慧能大师呢劝咱修行，尤其是在这个所在劝咱修行呢，着眼在人我是非。在咱学佛修行中啊，这个人我是非呢，就是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讲人甲人的中间啦，一定有摩擦。在摩擦中间呢，咱一定拢讲是别人毋对，咱拢无毋对。假如讲咱若是存着这个心要来学佛修行，无论是去到倒位，咱都袂当安心；无论去到倒位呢，都无法度修行。所以六祖慧能大师呢，爱咱将自己的心来去改变，心来当得到改变啦，处处都拢是修行的好环境。今晚要来解说，就是讲自欲无道心嘛，暗行不见道。自就是讲自己啦，讲自己假如呢，那是无道心。伫遮所讲这个道心呢，就是伫只求佛道的心。讲假如咱自己呀，若是无迄个求佛道的心呢，就是暗行，就是不见道。暗行呢，就是讲在黑暗中伫咧行路，在黑暗中伫咧行路呢，当然啦，因为黑暗中你袂当看到头前的路啦。暗行不见道。这会使你约事约理来去甲说明。若是约事的说明，等于讲咱在月暗暝暗时伫咧行路，因为无月暗时啊，暗面蒙啊，头前你手甲伸开，连自己的镜头都看袂到。当然呢。头前的道路你是看袂到，毋知影到底是要行倒去。要哪呢就非常的危险啦。你若是无拄好去踢到石头滑倒，搁较严重，你毋知影呢，惊你狗仔底落，惊你坎骹落去，生命危险，这是一种的披露。约事来讲啊，事实上是一种披露。这个披露内底所讲的道理是啥物呢？叫做讲做暗行者呢，就是无智慧啦，愚痴痴伫咧修行，无智慧愚痴痴伫咧修行呢，这个愚痴就是黑暗，就是无明，那就参像在迄个黑暗中伫咧行路。
你就不见道。不见道咧，就是讲根本呢就袂当互来得到佛法，袂当互来见到佛法。这两句话啊，也实在是真有需要互咱来个反省。为什么呢？咱若是无佛道的心来去修行呢？咱根本呢袂当互来体会佛法。一切呢，拢都是依咱世俗人的想法，以这世俗人的眼光呢来去看代志。也若安尼呢？当然啦，就是在世间人我是非中，根本呢无法度互来体会出佛法来。咱摕一个真正简单的比例起来说明，因为在这个所在所讲的呢，咱是人甲人的中间的问题。人甲人的中间的问题呢，是咱现在时的现代名词讲叫做人际关系。人甲人的中间的问题，若是咱一般的社会人呢，一定是讲都某人对我真好，所以我嘛爱对伊好。因为伊对我真好，所以我无对伊好歹势。某人都对我真歹，伊对我真歹，我较着对伊好咧，我免差别啦。咱普通呢就是安尼。因此呢，变成讲。咱对人的好或者是歹呢，是看对方对咱好歹呢，咱先去这种反应。对方的人对咱好，咱就该好；对方的人对咱歹，咱就对歹。伊甲咱骂一句倒转来，甲咱骂一句，咱搁骂一句倒转去。伊甲咱拳头要争一个，咱甲争一个倒转去。咱这个社会上的人呢，拢都是安尼。也若呢，只感拢都是在人我是非中，变成呢，倒一个是好，倒一个是歹，倒一个是对，倒一个是毋对，就是在人我是非中。假如讲咱是佛法呢，就毋是啦。咱讲佛法就毋是呢，若是要咱佛法讲起来，因为咱伫咧学会修行的人，向佛道。在《金刚经》内底，我来讲咱呢有认真伫咧用功修行。假如若是有人轻贱咱，有人骂辱咱，安尼就是咧甲咱消罪业。安尼呢，咱后摆呢会当好得到佛法的利益。用这个意义讲起来，对方的人对咱好，固然是好。对方的人对咱歹，咱当作讲都是咧甲咱消业，伫咧甲咱消业，咱应当甲伊感谢才对。为什么咱伊对咱歹，咱就搁再反倒当对伊歹呢？所以假如若是以这个佛法的道心来看世间的代志，世间呢无人我，世间呢无是非，无论人甲咱骂好，人甲咱拍好，人甲咱糟蹋好。咱只有感谢伊啦，绝对无迄个对即种的侥幸。所以你看，弥勒菩萨，伊的引导向就是讲，有人骂伊，伊讲骂得真好；有人拍伊，伊就放咧会倒落去；有人呢，将迄喙烂甲配你的面去，伊也放咧自己去打。毋免甲吃啦，变麻烦啦。为什么安尼做呢？讲一方面呢生困难，一方面生烦恼。因为伊骂你，你若搁骂倒转来，哇，嘛是都爱困难，嘛是爱烦恼咧。伊甲你拍一个，你甲拍倒转去，拍来拍去，逐家拢无爱出困难啦，逐家嘛起烦恼啊。伊喙若甲你配甲你的喙皮来。你即摆你著去切迄个喙烂，嘛是足麻烦的咧。免啦，拢免啦，准倒好去啦，拢无要紧啦。即款的饮食行，这都是一种的道心，都是向佛道去体会。一旦向佛道去体会呢，当然就是行着光明的大道，处处都是佛法。
时时刻刻都是佛法。假如你袂当好安尼来去体会，就是无向佛道之心啊！你的心完全在咱世间的人我是非中啊，以咱一般的社会人的想法呢，来去分别世间的人我是非，也拿安尼的质感嘛是人我是非，根本呢袂当好见到佛法，就敢像黑暗中伫咧行路共款，因为你变成是烦恼的作用、无明的作用啊，根本呢毋是智慧的作用，所以根本呢袂当互来体会佛法。袂当体会佛法，虽然是在佛门中伫咧修行，也是一个痛苦的代志，因为袂当体会佛法嘛，伊本身嘛是真痛苦啊。所以，六祖慧能大师所讲这话呢，咱应当来好好去体会。一边讲欲尽修道人啊，不见世间国。讲假如若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这个修道人，根本呢，伊无看到世间的过失。真修道人就是讲实在在修行的人。实在的修行人，就毋是讲干那嘴讲的哦，讲我真修行，我真用功，毋是安尼，是确确实实出自于内心，真正诚心诚意、实实在在伫咧修道。那即款的人呢，伊绝对啊，袂去看到世间有啥物款的过失。伫遮所讲即个过，就是过失。世间人的过失呢，伊目睭拢无看。因为一个修道人，伊的心向的佛道，伊所看所想的呢，拢都是佛法，就无这个世间的是非。在这所在呢，我搁再提出一个我较早我咱捌定提出来讲的一个真正简单的因缘故事啊，来说明呢，会当互来了解一大道理。就是讲过去呢，有一个老阿伯啊，伊的心地呢真顺良，但是呢，伊真臭的人。伊心肝底所想的拢是好的，伊袂去想着歹。有一边过年啊，一个真正热的迄个青年人，伊呢等于讲要甲即个老阿伯创治啊，也等于要骗伊、要骂伊就对了。新正年头讲老阿伯啊，你要对死啊！迄当阵，迄个老阿伯甲讲：大家哦，大家哦，安尼。那事实上，即个少年人伊心所想的、嘴所讲的，甲即个阿伯啊心肝想的、甲讲的无共款。安怎讲无共款呢？因为即阿伯啊呢，伊耳孔足重的啦，所以到底即个青年人伫底甲讲啥，伊实在是听无清楚。即个死甲迄个喜，比如讲恭喜的喜，甲讲要对死的即个喜呢，迄个音有小仔共款。所以呢，迄个青年人本来是咧骂迄个阿伯讲：阿伯啊，你新正面头你要对死啊！伊来该听做讲啊，阿伯啊，恭喜哦安尼。所以一句歹话呢，互伊听起来变成一个好话。伊不但是讲袂受气。伊佫甲伊讲大家哦，大家哦，意思就是讲啊，大家恭喜啦！因为新正年头人只有讲恭喜啊，靠嘛人讲你要对死呢。所以阿伯啊，就是一个慈悲的善心，讲啊，恭喜哦，恭喜哦。但是迄个青年人毋是啊，伊迄个青年人伊是一个真急的人。讲起来，那是讲用咱世间土的讲起来，讲这人无天无地啊，无大无小。为什么对一个阿伯啊？新正年头讲迄个话呢，但无意中呢变成伤害到家己。咱讲伤害到家己呢，因为伊讲阿伯你要对死啊，阿伯讲大家啊，表示讲你爱我死啊，你嘛死啊。那事实上，迄阿伯是无歹意啦，就对伊毋是要报复的意思。不过在这个无形中呢，因为你共讲的是讲要对死啊，阿伯啊甲你讲大家啊，变成讲阿伯啊死你嘛爱准啊死啊。所以。一个人有是非无是非啊，在这个所在，咱就可以啊来去来体会。所以假如咱是实实在在伫咧修道的人呢，
因为伊的心拢是佛法，伊呢会当好了解每一个众生拢有佛性，有佛性的众生拢有成佛。伊只有看到每一个众生的清净佛性，伊呢袂去分别着伊的外表，袂去看伊外表的行为，袂去分别外表的语言。所以呢，伊所看的啦，讲一句较简单的话咧，在伊心目中，每一个人拢是菩萨，无一个是凡夫众生。就等迄个阿伯啊，看到迄个少年囡仔，伊无该当作讲这是一个真正热，一个无大无小的囡仔，因为伊该讲要对是讲大家啊，意思讲恭喜啊，新年恭喜啊，伊心地咧是顺良。所以心地顺良，伊所想的、所听的、所看的，拢是好的，无一项是歹。所以家长呢，那是实实在在修道的人，是无看到世间的过失。方僻气氛禅师来讲，家长你若是当好来学这个无心，所以佢都讲无心，就是讲无这种种的邪念分别心。顿时自然，就是讲你忽然间会当好将所有这攀缘心来甲伊停止啦，也毋通呢生起妄想的分别，毋通啊生起种种的分别啊，相对也好啦，相对也歹啦，什么人真苦啦、欺我啦，什么人看袂起啦，安怎样啦？莫生起这款的分别心，无人无我。无贪嗔，无情爱，无胜负。讲你无生起这个分别心，当然呢，你就袂去分别讲这是你，这是我，就无自我的分别，也无贪欲，无嗔恚，无这个情爱。这个情就是讲恨啦。什么人呢？我足恨伊。因为对我无好，所以我足恨的。什么人呢？我对足好，甲较亲，这个爱就是亲爱意思。因为讲，伊对你好的人，当然呢，你就对伊这种的这个有亲密相，就是讲对有亲爱心。但是对一个你认为讲伊对你无好的人，你当然对抛恨心啦。但是呢，咱一个学道的人，就是袂使有这款的思量的分别。无信负，信就是讲赢啦，负就是讲输。毋通伊讲啊，安尼我去用骗去啊啦，安尼我输人啦，安尼伊赢我。即摆我绝对呢，无甲你骗倒转也袂使。世间咱拢是安尼啊，惊人骗啊，惊咱互人讲啊，惊人互人讲爽啊。所以呢，就即摆囝就袂使互人骗，变成这个信服心，袂使有这个信服心。讲只要你会当好拄巧像拄则所讲这种种的妄想，也哪呢？性自本来清净啊，即是修行菩提佛法。你无拄则所讲这种种的人我是非分别的心，你的性本来就是清净，就是讲你的真心体性呢，本来就是清净。那这就是属于修行菩提之法啦。修行就是安尼修的啦，所以咱来了解啊。对于这个修行呢，毋通有一种的错误想法。毋通以为讲，我著只敢点跪在佛祖面头前来去上经啦，来去拜佛，我这就是修行。或者是我一定要点坐咧来念佛念几点钟才是修行。还是讲我都要坐咧，伫遐坐禅坐几点钟才是修行。我坐点遐看经看几点钟才是修行。当然，这拢是修行无毋对。但是最重要啊，是在咱的这个日常应用中来去修。假如讲咱只敢，咱人我是非真重，比一个例。
早是课上真拍拼，暗时课中真拍拼，中间我搁再家己啊，搁再收一个书起来。有人安尼讲啦，讲伊要收一个书起来。好啦，2顿课上以外呢，你搁有咱搁去念经念1点钟，安尼你毋着一日差不多修行3点钟啦。但你这3点钟以外时间，假如你若是人我是非正当，你课上了就是咧讲是非，念经线就是咧甲人起笑面，就是甲人起冤家。以后若你有修行，有啥物可能路用呢？变成无啥物路用，因为你人我是非心你无去掉啊，根本呢实在是无咧修行。所以咱除非讲发到心来去拜佛念佛、坐禅啦、诵经以外呢，咱是时时刻刻要注意，毋通有起人我是非心。心要向伊佛道，以智慧呢来看世间的一切。咱用个智慧眼光来看世间的事物。就无人我是非，迄就是修行。这是非常重要。所以才讲做欲尽修道人啊，是不见世间果。一边讲欲见他人非啊，自非却是错。欲见他人非，讲假如咱若是有看到别人的毋对。安尼呢，就是自己的毋对。所以这2句话啊，在这个文法上，若是小改改变的，安尼互咱较容易了解。就是讲，欲见他人有非啊，即是自己之非。这就是欲见他人非。下面自非这2字，却是错。讲安尼呢，你啊，就是这种的错误啦。这个错呢，本来是叫做相左。这个相左意思就是讲做意见无合，就讲相左。但在这个错误，在这个所在，该当做一种的错误的解释。讲假如你若是看到别人的毋对，这就变成你自己的毋对。你看别人的毋对的即款的想法呢，你这是错误的。安尼叫做欲见他人非啊，自非却是错。意思就是讲，若是实实在在这个修道人呢，就是无看到世间人的过失。也假如讲你若是有看到别人的毋对啊，这就是你毋对啦。你以为讲别人毋对，你这是错误的。因为你本身若是无人我是非，哪里来别人毋对呢？像人讲别人实在以有毋对来讲呢，那也是由你有分别心啦。那你这个分别心，你这就是本来，你这个分别心的本身的本来就是毋对的。佮讲一个较别话，就是讲你袂使你呢，以为讲别人有毋对，别人有毋对，只是伊毋对，暂时在你的这个心目中呢。你袂使你啊，有一个讲别人毋对，袂使有即款的分别的想念，袂使有即个分别的妄念的意思。所以才讲做欲见他人非，自非却是错。最先听众，就请咱各位暂停1分钟，我再继续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